Met Gala Lisa 火辣露屁股蛋搶鏡 ，ROSE 睡美風西裝預備登場。記者劉文君綜合報導，2025 Met Gala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慈善晚宴，紅毯於台灣時間今6日上午6點登場，眾所期待的 Blackpink 成員也接連現身。繼 Jennie 以全套黑色香奈兒 Chanel 褲裝搭配曳地裙擺登場後 ，Lisa 也跟上腳步來到紅毯，一身 LV 造型性感露出屁股蛋，尚未步上紅毯的 Rose 則事先被捕捉到以西裝搭配拖地裙擺，又帥又美。Lisa 今日一登場便成為鎂光燈焦點，身穿 LV 的訂製改良式西裝，風格十分火辣狂野之外，她一轉身，還直接大方展露了性感屁股蛋，而細看 Lisa 的服裝更充滿了細節，蕾絲歐織西裝外套與連身褲皆暗藏玄機，彷彿編織着不同的人臉圖騰。細膩設計呼應了今年 Dress Code Tailored for You 為你量身訂製的主題，而以一頭耀眼金髮亮相的 Rose 則選擇以一身利落的黑色西裝搭配拖地裙擺，展現其獨有的又帥又美的霸氣風格。合身剪裁的西裝外套與西裝褲凸顯了 Rose 的修長身形與率性氣質。而後方拼接的曳地黑色裙擺則在行走間替她帶來強大氣場，剛柔並濟的風格相當適合 Rose。